Hello Jack，係。咁我想問下你哋Y5HK 啦，咁你哋即係認為一個打造點樣可以做得好一個你認為成功嘅品牌有啲咩條件？其實成功嘅品牌，我諗係最主要係啱適合呢個市場嘅需要啦。咁好似我哋 Y5HK 咁，我哋係講緊 Y5，點解叫 Y5 呢？即係 WiFi 咁解，HK 就係香港咁解。咁我哋都希望係透過Y5HK 可以帶到多啲嘅新嘅電子產品俾我香港人用嘅。咁所以 that's why 如果品牌嚟講呢，如果係需要一個成功嘅品牌，我相信係絕對需要適合而家嘅市場需要嘅。咁同埋呢，亦都識得點樣去推廣自己啦。咁甚至乎透過揾一啲啱適合香港人用嘅電子產品推俾香港人咯。咁而家即係可能市場上都有唔同嘅挑戰或者競爭者啦。咁你認為即係可以點樣可以提升好自己嘅品牌，或者打造好自己嘅品牌呢？如果你話提升品牌、打造品牌，好似我哋自己 Y5HK 咁樣呢，我哋會致力於係一啲比較而家比較熱門嘅一啲嘅channel 上高，包括咩呢？包括 Facebook 啦，包括 Google、Yahoo 呢啲比較新興嘅電子媒體上高呢，係嘗試用一啲新型嘅廣告形式去推廣嘅。咁除咗推廣之外呢，其實最主要就係揾一啲產品嘅。咁我哋而家呢一類型 Y5HK 嘅產品呢，最主要係啲咩嚟嘅呢？最主要係一啲微型嘅投影機。咁而呢啲微型投影機亦都適合香港人用嘅，因為香港嘅家庭環境比較狹窄啦，同埋比較細啦。咁所以好多時而家睇電視都唔再係淨係喺個電視機上高睇啦，咁可能會喺個手機上高睇嘅。咁喺手機上高睇嘅時候，你會發覺呢個 mon 又好似細咗啲，咁於是佢又需要用一個比較大啲嘅熒幕。所以 that's why 我哋用 WiFi 嘅形式咧，就係 Y5 就係 WiFi 意思啦。用 WiFi 形式將你手機嘅熒幕咧，就用 WiFi 形式投放落去一啲嘅投影機身上，咁令到佢更加突出、更加大，咁睇落去亦都係舒服。咁投影亦都有個好處就係你可以隨時喺瞓喺張床度啊，喺梳化任何一個位置，我哋用一個咁手掌咁細嘅一個微型投影機都可以周圍擺，咁而且係可以將你個熒幕由普通嘅6.5寸嘅手機熒幕變成150寸都得嘅。咁你瞓喺張床度投影上去睇又得，又或者係瞓喺張梳化度，甚至乎喺廁所啊，或者去呢個浴室啊，又或者去煮餸啊，都可以跟住嚟即係睇咯。咁變咗你嗰個市場環境就可以適合翻香港人用咯。咁所以我哋盡量係揾一啲微型嘅投影機或者微型嘅電子產品啦，再加上網上高嘅一啲嘅宣傳效果，我哋用一啲 target marketing 嘅形式咧，就 target 一啲適合嘅人去睇到我哋廣告，然後從而去購買我哋嘅產品。好啊，唔該晒你 Jack。